嚟到2025年12月31號大除夕，今年出片比較難啲，比較少啲。始終我唔係錶佬啦，個 channel 我冇錶賣嘅，亦都唔係咩達人可以教你點樣做人，教你點樣賣錶。不過作為一個獨立自主手錶興趣分享嘅頻道都有種責任同大家挖掘出一條年味嘅片。是有種人純粹熱愛耕耘，有種歌聲從未曾被發掘。精工錶相信好多錶迷心目中有一個好特殊嘅位置，包括我自己。今年我總共買咗2隻精工錶，2隻分別都係石英錶。作為一個手錶迷，同時係一個太空狂迷嘅我啦，咁擁有一隻精工6139嘅自動計時碼錶啦，咁係一隻70年代上過太空嘅錶。而今年2025年精工復刻咗一隻80-90年代我期待咗好耐嘅叫做 Roto Core， 亦都係一隻太空人經常佩戴嘅精工電子手錶。有興趣嘅睇翻我之前發布嘅影片，有詳細介紹呢隻錶。而今日我想講嘅就係呢一隻，型號係 SSB479， 係一款石英嘅計時碼錶，38mm size 嘅外殼啦，加上復古嘅造型，仲有熊貓配色嘅設計，仲有一塊卜形嘅鏡面，外形上竟然冇特殊。坦白講，呢啲比較入門級價錢嘅精工錶真係好耐冇入手。呢條錶帶我之前冇見過㗎。如果精工嚟講比較算係有心㗎啦。不過個扣依然都係咁衰。雖然佢係一隻石英錶啦，但係嗰個計時功能撳落去嗰下嘅感覺，包括手感同回彈力好似一隻機械錶。機芯方面用上呢個精工嘅石英機芯 8T63。相比起近代嘅太陽能機芯相信更加襟用嘅。有幾個聽到石英錶會壞啊？喺一塊好靚嘅鈽面強化玻璃底下，係一個好靚嘅錶盤。咁個黑色係一個瀝架面嘅黑色。時錶位置同埋精工嘅 logo 用上立體嘅浮雕。4點鐘位置有個日曆槍，唔係太硬眼。6時位置嘅小錶盤就係秒針盤，左右兩邊分別就係計時嘅分鐘同埋小時。遠睇有型，近睇靚仔。個設計絕對唔係揸流灘，戴上手仲有一份古董錶嘅感覺。相比起精工品牌旗下今年主打嘅任何錶款、任何價錢，我覺得嚟得更加吸引。以上2隻就係今年我入手咗嘅精工錶，2隻都相當滿意嘅。總有啲錶迷聽到石英錶就耍手擰頭掉頭走，咁其實呢個係你嘅損失嚟嘅。唔中意石英錶當然有你嘅理由啦，但係你會玩少好多嘢。相比起盲目追捧一啲大家一齊追嘅款，好似近排有隻紫色嘅5仔個價錢炒到黐孖筋。與其隨波逐流不如揀一款自己真正喜歡嘅手錶。假如今年只可以買1隻精工錶嘅話我強烈推介呢隻 SSB479。定價方面3000零蚊，其實折完2字頭你就應該入到手，仲有2個配色藍面同綠面嘅。當然今年買嘅手錶唔止咁少啦，不過時間所限，我哋下集再見。歡迎你收睇 Happy Hour，拜拜。